哇！喺自己嘅陽台可以欣賞到外邊公園嘅景觀啊！哇，有成13萬平方個公園喺度燒烤啦、跑步啊、鍛鍊身體啊！哇，真係非常之靚啊！而且我哋呢個陽台咧就非常之大喎，成7米嘅陽台啊，包括呢個客廳啦，哇，咁大係729平方嘅大4房，南北通啊！最緊要咧，而且我哋呢個房咧，有2間房都係直接睇住公園嘅嚇。餐廳呢度啦非常之大啦，可以坐8個人冇問題喎，而且做到南北通啊！而且另外一個我哋中海嘅特點咧就係入戶呢度咧，入戶呢度有個收納櫃啊，可以放啲雜物咧，係非常之方便嘅喎。而且我哋每一間房間都係非常之大嘅嚇，而且最緊要咧就睇下我哋呢度主人間啦。呢個主人間咧除咗大之外咧，個景觀係一流嘅啦嚇，直接望住我哋嘅公園啊！哇！呢啲係真係非常之稀缺嘅產品喎。如果你又中意呢啲產品嘅話咧，可以評論區留言啦，發啲詳細嘅資料俾你。